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媽頻道。如果有留意開澳門嘅話，你就知道澳門有派錢啦，10000蚊啊。但係呢，佢加咗幾條新嘅規則，但係就有8大豁免情況，唔係澳門都可以申請啊。睇下你哋又符唔符合要求。如果你哋身處喺外地，只要符合呢8大條件其中一個，你就可以申請啦。你哋可以停一停睇一睇，符唔符合呢啲要求，可以上去澳門一戶通或者佢網頁去查詢。啲證明文件呢，可以親身去或者由親戚代交，所有來源都嚟自官網。不過我就有少少意外，往年派錢呢都係自動俾你噶嘛，但係今年竟然有啲新嘅規則。不過呢個方法都可以防止啲人濫用福利嘅。我都係呢1-2日先至收到呢個消息。我啲同學朋友啊，個個都去查下自己符唔符合資格，睇下會唔會痛失呢個福利。不過講真啦，澳門真係推出好多呢啲福利啊，只要符合資格，一律都可以攞，太誇張啦！美國都冇佢咁多啊，太令人羨慕啦吧！我呢個分享又去到呢度啦，你哋都快啲去查下啦。我哋呢個視頻去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